你若艰苦，我就画图的时候，你若紧张，你会唱歌来唱一下，互大家听者。阿妹啊，浸古水，把酒依依大大哩，浸的一段红记记，看中人就笑皮皮。拉尾头，拉唱歌，好惬意嘿啊欢喜上啦。好诶，即个幸福咧，甲这个绘本嘛是有关系，对无？画了后，拄好就迄落内底有一个细菌，啊，拄好就当时迄时阵就 COVID 就开始啊，所以大家拢袂出门。啊，迄时阵因有朋友伫迄落北湖，啊，想讲啊，阮北湖遐就无较无即款的即个囡仔人的绘本，因迄边的小朋友甲因的朋友就讲啊，我会当看你的册哦，但是因为迄个大流行，所以就无法度去，拢无出门就袂当去，所以想讲即届送几本仔册到迄个北湖，迄遐朋友遐小朋友嘛会当看到童书，吼，遐看这好看的故事安尼啦。